啦，係時候講下點樣好快咁樣刷到呢個星星啦。首先佢呢度開啲箱就好快就會有城堡啊，跟住用細 account 極速出晒啲兵。如果有人熟悉雙手，兩隻手操作嗰啲，仲可以出兵出得更加快添。咁將佢哋加速，求其出晒，跟住就退出，再入個 game，結束。咁佢呢度進入倒數啦，咁呢個時候就係打排位賽嘅時候啦。咁排位賽我呢個細 account 少啲次數啦，所以得10次啦，但係10次都夠你刷到30星㗎啦，兩邊加埋。咁呢度就係每一次咁樣衝完出嚟。好啦，大概20秒到啦，出兵出咗，又重新入去。而排位賽係冇限時嘅，左邊呢個有限時啦。咁見佢未得，咁就再開下一場啦。好，歡迎下一場。咪極速衝，1、2、3、1、2、3、1、2、3、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，幾隻手指一齊撳啦，已經忍唔住。跟住加速啦，開下。跟住有啲咩減傷兵啊，咁樣減下傷兵活動啦。兵完差唔多啦，出去20秒。出到去好似仲有時間喎，再開多場。20秒時間夠我打多一場㗎啦。3、4、5。上面出唔好處就係有時另一隻手唔係好方便出到啦。咁又差唔多時間啦，咁又可以撤退啦。20秒搞掂，跟住佢嗰個攻擊冷卻又過咗啦，咁又可以再打。打日常資源啦，排位就冇嗰個時間倒數嘅，呢個有。咁喺兩場之間，又係狂咁出啦。下面嘅好處就係可以雙手，唔小心出咗添。不過冇所謂，反正都係狂咁篤。其實我本身想篤，就係咁。只要個網絡唔出事嘅話，都打得幾多。咁就咗啦。咁我有10幾個啦。咁頭先再加埋其他個機場，咁就已經有差唔多30啦。極速處理咗30星先，等大家可以儲到多啲進度先啦。再冰下啦，求其啦，又20秒啦。大概就係咁，差唔多全部都100%，一個翻咗先。好，去到呢度。